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16，旧历的11月初2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梁振大马搬落山坎失踪40天，人阁好好。寻到这个37岁男子，顶个月骑机车硬冲过中环的便道，阁跳落山坎，已经失踪40天了。昨深夜，一个男人伫个对崖地点对面一个废弃电厂的山洞内，发现这个男子，无明显的外伤，但是30公斤，目睭壳啊拢落落了，人看起来是真虚弱。这段日子，伊用的拢无食物件，干那啉水。经销是合力加爱落山。啊，甲问讲，当时为虾米要来跳山坎呢？伊讲见笑啦。伊讲伊是看到路里有几啊万块的现金，想要来扣钱，啊，然后就为30楼悬的山坎摔落去了。伫崩坑内底困的查甫人有讲出家己的地址，警方证实讲伊就是失踪40外天姓区的查甫人。来念一下，你要说英雄烈士。一个姓杨的查甫人上山拍拉时，伫无地用的电厂的崩坑内发现人伫遮困，赶紧报警。这个查甫人发现吹着了，一直灌水，伊的外套拢澹去啊，干那看芳布尔。这段时间干那啉水，无食物件，瘦差不多20公斤。伊讲当时是为了要扣钱，才会摔落去的。那时候我就想是他。这个查甫人无明显的外伤，抑过真虚弱，由警消人员爱落山，目前要伫病院。家属甲警方说多谢，嘛答应讲会将50万块给这个拍拉的人。石头整个放下来了。还有没有可以说最想吃什么？鸡腿便当。我后面有歹徒啊！姓区的查甫人顶个月弄过中环管制站，为便道跳落去几百米深的帮坎做咧失踪，警察人员搜寻拢无结果。家属阁控告警方失职，到即摆人找到家属提告，抑过这段时间出动320个搜救人力，警方敢要找因讨。家属的误解我们是能体谅，是不会采取告诉行为。这个查甫人当时为什么要跳落崩坎？啊是安怎度过这40天的？警方都要等伊身体状况稳定了后，才到进一步了解。